2025年 AI 如何改變時尚產業？從設計到潮流預測，你能想象 AI 成為設計師嘅靈感搭檔嗎？2025年嘅 AI 唔單止可以分析流行元素，仲可以生成前所未有嘅設計方案。設計師只需要輸入簡單關鍵詞， AI 就可以推薦配色、材質同款式，令每一件作品兼具創新同市場潛力。AI 仲可以幫助新進設計師大幅縮短學習曲線，佢哋可以借助 AI 工具，快速掌握設計技巧同行業規則，輕鬆駕馭複雜專案。想象一個 AI 可以準確預測下一季流行趨勢嘅世界，透過大數據分析， AI 可以追蹤全球消費者嘅喜好同社交媒體互動，迅速捕捉潛在風向。品牌因此可以把握機會，提前推出贏得市場嘅新款式。同時 AI 仲可以個性化匹配消費者需求，每個人都可以喺網上選擇自己中意嘅款式，但會根據數據自動生成專屬設計，真正實現你設計我製作嘅時尚體驗。AI 唔單止影響設計同趨勢預測，仲重塑緊服裝生產模式。先進嘅生產管理系統可以利用 AI 動態調整供應鏈，減少浪費並提升效率，實現快速、環保嘅製衣流程。小批量、個性化定製服務將成為未來主流。呢種新模式令品牌可以即時回應市場需求，縮短出貨時間，大幅降低成本，同時亦減輕對環境嘅壓力。AI 正以驚人嘅速度改變時尚產業，從設計到生產，每一步都充滿機遇與創新。快啲加入呢場技術與創意嘅革命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掌握最新行業資訊，並與志同道合嘅科技同時尚愛好者一齊見證2025年未來時尚盛景。